今日係7月30號，常年期第17週星期四。聖言金句係嚟自聖馬竇福音第13章第47至48節。天國好像撒在海裏的網，網羅各種的魚，網滿了，人就拉上岸來坐下。揀好的收在器皿裏，把壞的扔在外面。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默想嘅主題係在虛擬的科幻巨網中辨明生命珍寶。呢段撒網嘅比喻係耶穌喺馬竇福音第13章嘅壓軸。喺加爾納亞嘅海邊，漁網落入海中，不分種類大小，將各種嘅水族一網打盡。然而網上岸之後嘅關鍵時刻，先至係決定價值嘅考驗。漁夫必須去靜下心嚟，揀好的收在器皿裏，把壞的扔在外面。耶穌用呢個比喻就揭示咗天國嘅奧秘同埋末世嘅審判，將呢個比喻去對照我哋身處嘅社會，顯得人格外警醒。今日我哋正生活在一個由網絡同埋人工智能交織而成嘅巨大數字網絡之中。每日一開眼，無數嘅碎片化資訊，各種嘅社會輿論，衝突對立，不由分說咁樣去湧進我哋嘅生活。心靈成日喺資訊氾濫同埋人際疏離中感到迷失同埋焦慮。前教宗方濟各喺眾位弟兄嘅通諭中曾經深刻咁樣去指出，數位網絡雖然能夠去拉近距離，但係無法去建立真正嘅弟兄情誼。喺缺乏靜默同埋傾聽嘅環境之下，大量嘅信息就會變成噪音，令人失去辨別真理嘅能力。咁樣就好似落入海中嘅漁網，如果我哋缺乏內在嘅省思，生命就會充斥住無謂嘅雜質。天主嘅愛同埋恩寵係一張大網，喺呢個動盪時代入面，佢冇第一時間去排斥任何人，而係包容咁樣去接納咗我哋所有嘅軟弱。無論社會如何轉變，天主都給予咗我哋相遇、認識信仰嘅恩典。但係耶穌嚴肅咁樣去提醒咗我哋，網總會有拉上岸、面臨檢驗嘅一日。喺社會崇向速成、流量同埋物質成就嘅今日，天國嘅篩選標準卻截然不同。如果缺乏咗愛同埋公義，喺末世嘅屏上面，可能只會係必須拋喺外面嘅話語。相反，嗰啲日常生活默默咁樣去堅持誠實、寬恕、對弱勢嘅憐憫，先係值得俾天主永恆去珍惜嘅好語。面對當前社會嘅不確定性同埋道德模糊，我哋每日嘅抉擇都係決定自己最終嘅命運。當我哋喺網絡世界面對酸言酸語嘅時候，我哋選擇加入踐踏啊，定係選擇沉默同埋祝福呢？當社會鼓吹欺詐利己嘅時候，我哋選擇隨波逐流，定係堅守良知呢？福音最後，耶穌問門徒：這一切你們都明白了嗎？呢一句其實都係叩問我哋嘅。信仰唔係一張買咗保險就係萬事大吉嘅門票，而係一張喺紛亂世局中日日撥開烏雲去揾陽光嘅辨明旅程。今日嘅祈禱係，願我哋喺虛擬嘅科技巨網中唔會被淤泥吞噬，讓我哋每一日都能夠撥出幾分鐘去沉澱心靈，如同前教宗所倡導咁樣去尋回靜默，讓天主嘅聖言成為咗過濾網，放下焦慮同埋惡念，保留美善同埋真愛，令到自己成為最終被天主珍惜嘅好魚。天主，求你賜我平靜嘅心，喺紛亂世界入面辨明你嘅聖言。求你洗淨我嘅惡念，令我結出真愛嘅果實，最終能夠俾你珍惜於天國入面。亞孟。願主祝福大家。